虽然讲目前全国的图书馆还未解除封锁，不过今仔日已经开放一个窗仔口来借册，亲像伫屏东和高雄，今仔日拢开放线顶借册民众来领册。高雄图书馆特别设一个户外借册站，让民众来分流借册。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1楼正做户外借册站。 中昼开始接到电话通知的民众，按时间陆续到位，已经买2个月无册通看，等到未解封会当来借册，民众真欢喜，因为亲像这位阿母，这段时间已经开真侪钱咧买册，互囡仔看。现在可以预约很好，因为要不然他光是他这2个月就花了很多的钱在买书，因为。 就是平常他就会看书，因为书之前借的都已经看完了，然后就想说在等新的书来，然后因为小朋友也喜欢看书，他们就没有书可以看。虽望未解封，图书馆防疫措施是照步来，而且8点钟才10个人会当来提册。高算平常日开放120人，休困日140人。每一个民众拢是坐伫家己的位厝，咱咧迄个长辈咧做疫苗小工吼，咱读者坐伫现地，啊有咱的。 官员来甲服务，啊，甲册甲借好来下当伊的桌顶，互伊家己来收。封馆这2个月已经有13000多人，线顶注文借27000本册，图书馆会陆续通知。拿月数吗？好，条码给我。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甲民众有约的册，拢搬来大门口，民众嘛爱线顶先注文，才得通知以后，就会当来提册。 防疫店厝内无聊，总算是等到有册通看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做综合报道。